落力一 plug， 我係 Alfred 許廷鏗啊。許廷鏗推出第6張大碟 Watermark， 抬頭聽着鳥唱詩，牛油配上每片多士，有專業推介冠軍歌阿樂，從小小的恩賜，從小小的構思，遠勝過買個樂園太奢侈，勝過告訴世界最愛是誰太刻意。同填詞人黃偉文首度合作嘅《人至義盡》，人之義盡，曾經這麼奮勇，無底深淵也照衝。書文監製，其實你很美。情人替我擊出不生的勇氣，潛藏那爆發力，維護着你。非情歌系列觸動社會神經，理想生活。平常心聽得見雙方傷口沒有潮流裏，有努力貪新都有懷舊。樂樂1年5日新春限定，哼哼音樂全盒，埋嚟聽埋嚟揀。自覺的念頭，新年快樂，我係 Alfred 許廷鏗。讓群眾不知哪一方得天獨厚，圍牆裏這世代之爭怎去承受？誰又怕誰開口？對立不失溫柔，對話不失堅持，變夠。喺年初二咧，許廷鏗就帶嚟咗一個音樂嘅全盒啊 ，Watermark。咁呢一個即係解水印啊咁樣啦。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印入面落咗啲乜嘢落去？有啲咩係象徵咗你自己咧？咁其實都講翻 Watermark 呢個名啦，咁其實係老闆改嘅，我都覺得一個幾好嘅 hidden meaning 嚟嘅。其實就係話入邊我啲歌，今次呢隻碟咧，尤其是因為係有啲 concept 喺每一隻歌入邊都唔同嘅，嘗試咗唔同嘅嘢，咁亦都有一啲背後嘅故事去包住咗。咁所以大家去聽嘅時候，可能就咁我聽隻碟，如果唔係好仔細，或者就咁係當擺喺側邊一路播住去聽嘅時候，可能會遺忘咗一啲嘢。或者佢冇細心，聽到有一啲特別嘅嘢，譬如嗰份歌詞入邊嘅嘢啦，同埋我譬如之前有一啲歌係甚至做咗一啲慈善嘅一啲 campaign，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可能聽嗰隻歌嘅時候又會多一重味道咯，或者多一重感覺。咁呢個就係同水印好似，就係話嗰啲水印你係要即係可能喺陽光係啦，或者你喺陽光底下或者紫外光燈底下先會睇到入邊嘅嘢。咁呢一張碟，大家有冇去細心去觀察，或者用唔同方法去聽，可能會聽到入邊嘅，即係可能會睇到個水印，就好似聽到入邊嘅一啲故事咁咯。係，其實許廷鏗嘅碟入面咧，經常出一個數字就係11啦。係啊，每逢大碟咧都係11首，咁今次都係咪自己一個堅持嚟嘅？唔係我嘅堅持嚟，我都係今年先知嘅。原來呢個應該係一個風水學嘅事情嚟㗎。嚇，真係㗎？係啊，隻碟都11隻歌，我都係唔係巧合，唔係巧合嚟嘅。佢就話呢個可能係我嘅 lucky number， 係啊。咁你要記住佢。我都要記住啊，係咯，記住唔好忘記啊。咁會唔會因為咗遷就11隻，所以有啲歌本來係上一隻碟或者下一隻碟，咁都係有啲係咯。有本身第10級理想生活本身唔係呢隻碟入邊嘅，本身係之前隻碟，但因為嗰陣時爆咗嗰個碟嘅 quota， 咁所以就搬咗嚟今次呢隻。咁其實喺你隻碟入邊有4首咧，就係劇集主題曲啦。咁其他嗰啲咧都係一啲聽得出唔同風格，亦都有你唔同唱法嘅歌嚟嘅。咁我記得之前訪問你嘅時候，你就話想有多啲自己嘅故事，所以之前例如Colour by Numbers 入邊亦都有啲你創作嘅作品啦。但係今次就反而係有唔同嘅合作，就冇你自己嘅。你嘅參與度係喺邊度咧？今次係冇作曲作詞嘅，即係冇寫落 credit 嘅，但係其實參與度係比上隻碟更加高，因為有好幾隻歌其實喺自己喺嗰個叫做完成品之前啦，其實係有同啲創作人去傾好晒究竟一個點樣嘅畫面呢？我希望係作曲、填詞、編曲、監製，其實呢4個加埋個歌手啦，呢5個單位其實應該係同一個 picture 嘅。我覺得嗰一件事先可以完整。譬如如果淨係我同個
填詞人諗好咗我想寫呢個內容，但係如果個 melody 係唔配合或者係唔啱用嘅話，咁其實件事都會變得有啲夾硬嚟嘅。咁所以我喺Watermark 呢隻碟入邊咧，其實係可以話參與嘅部分係去咗好多前期嘅創作啦，成個概念啦。咁做完之後就係同唔同嘅單位去溝通，去等佢哋明白我嘅 concept 啦。咁做咗出嚟之後，我自己宣傳上邊亦都係有我一個點樣去同公司嘅同事去一齊諗啊。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幾好玩嘅，就係而家做音樂。係咁喺你隻碟入邊，咁當然我哋喺落嚟一 part 每呢個星期都會陸續聽下你新碟入邊嘅歌啦。咁我今日揀嚟嘅咧就係忘掉他，因為聽嘅時候覺得好驚喜啊，好似冇聽過你唱呢一類型嘅音樂比較 pop rock 啲啦，係啊。咁其實之前如果近磅啲嘅話，會係面具啦，或者係雲遊太虛呢一類型嘅歌曲。咁其實我都幾銳意，係每一隻碟都有少少呢一類型嘅風格嘅，因為一直以嚟對 pop rock 其實都幾有興趣，亦都之前都有夾過band 嘅，咁所以對於一啲 band sound 嘅嘢，其實我自己係都幾向往，亦都譬如喺頒獎典禮度見到 Super Moment 啊，見到 Dear Jane 啊 Rubberband 啊，即係佢哋嗰種嗰個一個團隊嘅力量，每一個樂器所發揮出嚟嘅威力，去聚焦埋一齊嗰樣嘢，係令我覺得幾雀躍嘅。咁所以我會希望每一隻碟都可以做到有少少呢一個風味嘅歌曲。咁去到有一日可能真係可以有一隻歌可能揾翻個牙科隊 band 出嚟都唔出奇，正喎係嘅話，或者同佢哋搞一個 concert 咁都好。係啊，咁大家都要希望可以做到嘅。其實我覺得係好會係一件幾感動嘅事嚟嘅。雖然大家唔了解佢哋或者唔識佢哋，但係每一個都係牙醫嘅身份，每一個去有一個崗位，有打鼓，有彈鋼琴，有 bass，有吉他。咁其實如果大家嘅個舞台設計咪就係一個牙醫診所，着住牙醫，可能有得諗嘅呢樣嘢。係啊，我都覺得呢樣嘢係仲有好多發展嘅可能性。咁但係大家即係始終都要兼顧自己工作啦。咁都希望可以有一日可以聚首到一齊做呢樣嘢。係咁，你覺得忘掉他呢首歌？頭先你講到話其實每一首歌都有一個 concept， 亦都講咗一啲關於你嘅嘢出嚟嘅。咁呢一首歌入邊又有啲乜嘢咧？其實呢一首歌入邊，我同Damon 即係徐樂章係第一次合作嘅，咁佢寫嘅 melody 之前有寫過越難越愛啦，咁但係同我就好似未合作過。咁呢一首歌係佢度身訂做嘅，咁自己係想都係揾一個好 hooky 嘅，因為我覺得 pop rock 有一個特色嘅歌就係佢啲 hook line 好出好長，亦都係人哋聽完一次就會好難唔記得嘅，即係好難去忘掉他嘅咁樣咯。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呢一隻歌係大家聽完之後可以有一個洗腦嘅效果啦，希望係可以做到。我哋即刻聽下他，審起到大家腦先。忘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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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與他抱着浪漫，留在家，留在家，留在家，寂寞嗎？就在你面前望我吧。忘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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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光一樣疑惑，知你不可以靜下，得到的有用嗎？值得隔日地贈你鮮花，我問亦沒有用吧，你若要吧，連夜冷冷清清分開幾尺，怕了我嗎？或你慣了給他，忘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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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你與他抱着浪漫。留在家，留在家，留在家，寂寞嗎？就在你面前望我吧。忘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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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光一樣疑惑，知你不可以靜下，得到的有用嗎？一推開竟看到災難，忘掉
掉他，忘掉他，忘掉他，忘掉他，你與他抱着浪漫。留在家，留在家，留在家，寂寞嗎？就讓我心跳快停下。怎麼可忘掉他，忘掉他，忘掉他？你會否甘願平淡？一切都終會腐爛，得到的有用嗎？有他。一圈圈猴年吉